哎哟，迄偌无天良的呢！讲哦，去到我的店的吼，3个月前啦。安尼哦，一直甲我偷摕物件，偷摕到今仔日哦，叫我挡掉啊啦！我若无甲掠来去派出所吼，免哪会用的？哈！今日你闪啦！我甲掠来派出所，看你要走去倒位，看你要变倒位，我就听我甲你学出来。慢车，你居然安尼讲，我看这查囡仔玩足可怜呢。伊到底甲你偷摕什么物件？什么物件？哎哟，什么吼？迄落杂志也好啦，报纸也好啦。哎哟，啊，迄落什么个啊？龙头里啦。曼陀珠。哦，是啊。哦，迄个曼陀珠。曼陀珠讲甲龙特利去啊。哦，迄个救命。是啦，迄曼陀林呐，曼陀林呐，不是曼陀林呐。哦，曼陀珠。长安尼啊，就一粒啊，甲吐出来，迄就是啊，迄一粒啊，甲吐出来。它就是曼陀珠啦，啊，什么珠都不管啦，迄拢甲我偷摕规暝啦。安尼无大劲哦，我迄内裤吼啊摆伫遐吼，啊规个拢甲我缩去啦。什么？内裤呢？有用过无？我无用过，你个讲无，你个讲无。啊，那是简单，即个腾起来看卖就知影嘛。啊，好大，甲我腾看卖啊，那个哈。甲你腾我唔敢。哎呀，小慧啊，嗨，你就是我们这一个面摊最忠实的客户。是。所以讲你咧食面哦，我拢真啊特别算你较俗啊。来，趁小紧甲食啦哈。小等咧，头家，你手个淡淡，拄则刚才看到规矩正头垫咧汤内底呢。哎呦，这个哪里讲究到卫生呢？你既然那叫我们怎么吃得下去呢？计较到这尔啊多。这手伸入去，咱中国人就无差这个物件了。你看，佫无差你看，哦，加个一条毛了。啊，哎呦，刚有这长掉。哎呦，还好你是烫的卷头发，不然我一定会误会。好啦，梦想咧学白相，拜托后摆小注意尊重就是卫生的就。哎呦，哦，佫有人来啊！哦。车招门无田的田庄阿伯啊，人地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。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倒市，做着愈工多日子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滋味。买秋林菇，有人要甲我买秋林菇无？啊，再有一个头家。头家甲我买一个啦。这什么秋林果是果下底的哈？啊是讲要果榻榻米啊？果口香糖。果香糖或者秋林果。嘿。果香糖、秋林糖，那不是秋林果？那同款呐。你今要做啥？秋林果，我足侪工无食饭的，拜托可怜我。足侪工无食饭。系啊。会使食秋林果啊？食这愈食愈枵呢。食愈枵，这个好命，我唔知影。啊，无食饭的才去食肉嘛。我无钱啊。啊？是无钱含肉都无啊，对不对？饭都食无啊。拜托，莫来找我。我少年的时阵嘛，甲你同款，可怜呢，嘛无啥物读啥物册。我甲一个人徛喺台北呢，我无依无我。无依无我，啊你赶紧找一个人嫁啊！因为我即马才16岁尔。才16岁哦？对啊，发育还没齐全。看不出来，艺术哥会还长大了对吧？对啊，还会长大。啊，买了，我甲你讲，我是这间的头家啦。我伫遮咧趁钱嘛，是算趁这艰苦钱，莫找我来卖这个好无？后摆目睭闭较紧咧，若要卖，莫找着迄头家，迄边桌顶边仔的人可以做你去捡啊，莫来卖我知影嘛？啊，你是讲迄个啊？迄个搞买买。迄我也知影，你家己去试看卖对毋对？你哎。哥哥。啊？什么哥哥？你这是啊？哥哥，甲我买一个秋林果。秋林果啊！
拄则我甲听你甲头家咧讲，我有听到啦。我就可怜的呢，就枵的。我是真同情的呢。这间头家啊，我定来我嘛是真可怜的，嘿啊一个月才甲伊结销一摆，定来嘛来甲赊欠，安尼啦。看到你这个年纪轻轻的，家己都自食其力，我来帮助你，我甲头家借。好，张老板，哎，来家对啦，哈哈，因为你叫者我都会出来嘛。张老板啊，对的，你这你要算小，我来甲你讲唔免啦，来你创啥货？好呀，好康的，月底也未到，麻烦的，哎，钱才到顶算。今仔拄则听来小姑娘呢，我甲搞关节了，一个多少钱？一条口香糖？一条50块。50啊？啊，借50我来个买一条。这一条要50块啊？一条到底要卖偌济？因为我为台北到遮哈，7块尔。哎呦！无，因为我到台北为遮，我行路行这个工呀，爱算工钱啊。这张老板就是不懂，这个怎么能这样子来衡量价钱呢？就是要抛起来算一点，他们叫我做帮助对不？你做好事是你最去做，这叫我出来通啥？就借50块对吧？我月底跟你斗定算，你这夹我借50无？跟他偷袂转去安尼。 OK，拜对吧？托我做好代志。是讲我看你啊走袂去啊。哎，我当对，我公司你嘛知影伫倒对。那50块啦，创啥货呢？我无贩卖给他做显熟了，慷他人之慨。我无情愿啊。谢谢惠顾。我给你交关一条。好，谢谢。哎，50块收好。好，谢谢。老哥，我办都要啊。哦，你们是无钱？我有钱啊。哦，那有钱就是人客。请坐，请坐，来，请。哦，这边啦。哦，啊，你吃什么款的面哈？那我吃一个阳春面好了。阳春面，75。什么？50块想要甲我卖阳春面？啊！但你是咧讲笑哟啦！我这嘛是将本求利，那会使安尼呢？你目睭唔通看过来，我已经甲你交关甲借50啊！啊，意思感觉对我遮来，我月底搁要甲伊算呢，75单。啊无，我甲你换。哦，伊拄仔卖你偌济？50啊！安尼2支100。嘿。安尼讲起来，阳春面70块。啊，我找你30。死查某囡仔，你莫看伊遮细汉哦，嘿，3角啊翘喺你头壳哈，莫来佚佗，我甲你讲。啊无，安尼好啊。安尼爱走无？走。安尼嘛走3走？无，这个拄则已经加起了，这一条7块，嘿，哈呐，7块50、57。57块64，64块7块67块。刘老板，你甲囡仔算啊遮哎，你嘛伤酷啊对无？安尼啊，拿来画巴肚枵啊对，我来甲交关你做头家做袂到。唉，是啊，好啦，安尼50块，共款你摕去，这条你摕去，2条我换一碗面互你，本钱算14块。是啊，但是伊批发过来可能一支才4块尔，对不对？8块钱换一碗面。好不好？你哇，大烟啊好，水来无要紧，你知？但是小慧你卖我别要讲开嘴哦。不要啊！啊，来啊！你假呀，你这里假。我不敢，好脏哦。这是就在个诶，这算你对伊特别，伊是1支的尔，你是4支的，迄若空腔来食5支的，拢是。哎呦，忘食啦！哎，这头家实实安尼实在。好啦，你若唔敢食这个面，食一块这个好啦，来，好。我给送你一支大肠。我都没有切，都无切。啊，切，这就真奇怪啊！这大肠你安尼看了感觉会恶心对不对？对啊。切起来都嘛是，你无切嘛是吞你巴来，切了嘛是吞你巴来。安怎食？安尼食？你就啊，规支杀起来剥。头哥，你爱示范给我看啊！什么示范？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吃。你即马人真奇怪，食扁食面、食牛肉面、食拢最后是变做啥？哈，迄毋是拢共款计较遐济？爱
爱食唔食啊？切！好啦好啦还有人起来啊，还有啊，人起来。过来者啊，生理袂歹，紧去准备啊。好，袂歹，食。我陪你食。么大路上，么大路上，我个心只给大起米郎哦，一个字我的心里苦啦塞啦，呀哩嘛笑，可怜卡拉哦，谁怕自己最得啦？这位人奇怪呢，这位人客，安怎？安尼先是够唱咯，会破坏到阮这间餐厅的。啊，你哪呢？我早办都不要紧你的。啊，你这里是做面点嘛哈？哈啦。安尼我来给你交关一个，你想啥款？请坐，我就是上介意就唱这款人客。哎呀，这位女士一个看就知影，你唔是做歌星的哈。我唔是啦，搞啊！这一听就听得出来。我都不要唱歌了，你靠腰啊！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人来安尼啊？我这人讲话拢足熟的啦，那是讲实在有诶。来问咧观众，我唱歌唱得好无？袂歹啦。哎呦，另外声款，我用强迫中奖的。老当赛，有无有搞无？有无？嘿，都顶赛。安尼听起来敢若佫足爱唱的款咯。无啦，无啦，我跟你讲，就无啦。白牡丹甲走。你靠伊哈！我想拍一个。你靠腰啊！你是要做盐做啥？耶！白牡丹，小等呢？你甲这关，你甲不要把你惊死人哦！哎，老师啊，我是无摕红包给你哦，哈，5块就好啦，够啊5块有来行咧。哎呦哦。哎呦，穿皮皮呢？甲拄则迄个日本歌比起来就差真多啊，所以你就爱唱台语歌才会好听。像你唱歌咧，会使点歌袂哈？你啊，来，欢迎点歌。你是要搬戏啊？唔搬戏哈？跳起来玩冷气啊吼！哦，奇怪，我买水有时遐翘。哎呦，你唔知哟？哎，我买水即摆有遐翘，那较早就有影啦，即摆较无啊啦。啊啦，较少年的时候不得了，翘一道嘛翘底下。哎，啊，你是要搬戏啊？唔搬戏啦？你是做人客，做人客，请坐。哎呦，要食面哈？食面对啦，上好的甲我传啦。啊，有影啊，咱来借问你吼，恁拄则有看到一个查囡仔，差不多遮尔大汉啦吼。哎呦，啊闪闪啦，啊头毛佫直直啦啦，你有看到无哈？有啊，无哦，无对哈，无，小等者。哎，查囡仔那敢若一直味呢？哈？拄则迄查囡仔，拄则是毋是找拄则迄个？敢若是拄则迄卖秋林糖迄个。秋林糖这伊哩袂哦？哈？无，这是我家己咧卖啦。你也兼你这卖这哦？哈啦。哎，我拄仔敢若有听声呢。哎，迄是恁查某囝呀？这边阮查某囝，我都要洗啊个时间，查某囝那安尼哦，我早就甲电视啊啦。哎呦，这个口气你看，是做多一道咧，这太难。查某囝弟弟，我教你这。哎呦，这夭寿死囡仔尔，就是囡仔这俩碰到顶面尔哈，无你无代无志哦，你有法当掉哦，来人要走出，啊你搞伊要做啥？走，我看这敢若无啥着慢车，
谁老板讲你讲？你是工厂内底出来的？什么枪？什么枪？工厂？什么枪？即马阿扁啊，甲废除迄个你，哈？查某囡仔，你这细汉，你一定是有什么问题伫咧？什么问题？你讲话较客气咧哦，恁祖妈哦，这班人较有成工厂的人是啊？那无你是私娼啊？我哦，树头在在，唔惊树尾做风台啦。哎呦，这个人当是7-11的头家娘啦，你爱知影好7-11。哦，安尼哦。你唔知哦7-11那你这样歹着，这查某囡仔是？唔是啦，哎哟，迄偌无天良的呢。讲哦，去到我的店的吼，3个月前啦。安尼哦，一直甲我偷摕物件，偷摕到今仔日哦，叫我断掉啊啦。我若无甲抓来去派出所，后面哪会用的？哈？今日你闪啦，我甲抓来派出所，看你要走去倒，看你要变倒，我就听我甲你学出来。慢车，你这个安尼讲，我看这查某囡仔玩足可怜呢。伊到底甲你偷摕什么物件？什么物件？哎哟，什么哦？迄落杂志也好啦，报纸也好啦。哎哟，迄落什么个啊？龙头里啦。曼陀珠。哦，是啊。哦，迄个曼陀珠。曼陀珠讲甲龙特利去啊。哦，迄个救命。是啦，迄曼陀林呐，曼陀林呐，不是曼陀林呐。曼陀珠。长安尼，一粒仔甲吐出来，迄就是个啊，迄一粒仔甲吐出来安尼啊。是曼陀珠啦，啊，什么珠都不管啦，迄拢甲我偷摕规暝啦。安尼无大件哦，我迄内裤吼啊摆伫遐吼，啊规个拢甲我缩去啦。什么？内裤呢？有用过无？我无用过，无，你个讲无，你个讲无，安尼是单单即个腾起来看卖就知影嘛。你好大甲我腾看卖啊，你讲哈？甲你腾我唔敢。我讲你好大甲腾看卖，甲腾看卖啊！我是唔敢，我是要甲问看卖啊，真是你，哎呀你。可是内裤不是我偷的。啊，我想查底啊！我有看到有一个通啊，头毛 QQ 等等。哈？什么？个规组的规品的啦。你讲迄个我嘛，迄个嘛来，我才头天弄你讲的是唱歌迄个500点。哎，大姐。是变怎啦？就安尼，我听你讲起来，我嘛是小可了解。伊做这个7-11趁钱嘛，趁袂讲真多。啊，若常常拄着这款代志，无你嘛，互伊一个自新的机会。袂行的啦，这款你甲想看卖啊咧，囡仔人尔就会讲偷摕物件哦。后摆若大汉哦，就会讲偷看牛啦。这若无拖来去哦，派出所袂用的啦。你闪啦！你若唔闪，你怎么甲引导哦？还有，头家娘，咱讲几句啊公道话，这囡仔要后摆佫要出社会做人，你安尼甲掠去啊，后摆有记录都可能。你啊，这样子啦，我来帮他陪好。哦，安尼这算讲好心的人啦。拄则听你讲，安尼这代志就和你讲就好。拄则听你讲，迄种损失拢落个缩个，我看开无偌侪钱啦。是咩？你话就是三月前，甲今仔日安尼算算咧吼。3个月啊？对啊，已经偌拢偌侪呢？哈，算伊较俗咧。总共1万。总共1万。哎，讲我明。1万哈，我赔。你要赔哦？没关系啦，这个小女孩，你将来这个1万块花的是什么小事啊？以后你也会看记，唔通安尼做3支手安尼对吧？我发薪水还有一段日子啊。张老板。什么？哎，你卖过来佚佗好不？哎，不是张老板，我收单啦，我这人吼，哎，你这个人是，哇，你若讲25块，收人果个无要紧，即马刷落来你香港登录，要赔1万，你过来找我。哎，不是你人，我们张老板，我们这是做好事找机会都来不及了。哎，更帮助了这个小女孩，有好报的。安尼哦，快求求张老板，张老板，我算我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不会把你偷内裤的事情告诉别人。啊，好心做到底啦！你若讲要赔吼，就赔人啦，1万尔啦，无济啦。谢谢星星好。我看你这查某囡仔，18岁前途无量。这个歌歌搞唱，无一定将来你个他都做歌星。谢谢。所以讲后摆都要养成习惯啊，唔通搁做这款代志。即马小慧居然讲找着我，好啦。1万块啦，那呀，这钱安尼算才会使。为什么？另外一面是白色的牌款。你要摕假哦我？啊，无来这正经啦，拄啊好1万啦。
谢谢谢谢赶紧喊好这个阿头母。家娘嘿，谢谢，头家娘歹势啦，我袂啊啦。后摆唔通安尼有听无？好较早是因这两个哦，遮尔好心哦，会谢要陪你哦。谢好心的老板，谢谢好心的啊，老板。等迄面是啥？有甲我捧来无啦？哈对，我煞袂记得。啊无了伊嘛有名未食了，无你这来这你来哦，这代志解决了，以后都较做人都较迄个精工我的。啊，做人。哎，来来，报道以后食一个。阿妈，好骗哦。好谈哦，啊好怪无？有啊有啊，拢玩乖乖1万块，等下分我3000哦，哈。摕遐侪钱要创啥去啦？好痛！啊，都对，人讲2000尔啦，你就讲要3000，摕遐济，好吧，那2000就2000。无啊那，1000就足济啊！囡仔人要用啊，一个创啥？唱啥？下啦！哈啊！哎，啊你看这情形，你拢无表情啊？我嘛感觉怪怪的。是要咧怪怪，我是要讲互你听。是啥物？讲哦，这个囡仔人哦，讲安尼哦，一困头讲要甲我摕3000块去用啦。我讲1000块就，伊讲要摕3000块啦。对啦，囡仔人唔通摕遐是啊，济，你凭什么甲抽1000块就好啊。无啊，因为阿妈这我吹呢。对啦，我知你吹啦，哎，阮孙就叫我阿妈，这是应该。啊，囡仔人较欠的。对啦，阿嬷若要互囡仔袂使吃太济。啊，哎，俩包啊！着死囡仔这，着死囡仔这，要求死啦！叫你讲我倒来厝才来分，啊你就住喺现场你分，啊等下吼都绕开啊啦，啊毛拢破去啊啦！这两个原来是金光胆哦！哎呦，哎呦嘞！骗咱两个同情心啊呢！哎呦，用这招人性脆弱的地方，害我一个老张担当面，差一点啊，互恁变一个倒大呢！安尼啦，啊，总讲一句吼，叫警察哈，啊，歹总共一哈，无啦，总讲一句吼，我实在是吼无法度吼，才会假咧要来甲恁骗钱啦。我甲你讲，你袂使安尼做。你这个老大人哪会使带恁孙仔呢？原来是安尼用这招的，害阮这两个好心的人，煞互你差一点仔骗去。对啦，我就知影讲恁做好心的啊，所以吼，恁莫去甲报警察啦。我都1万块也害恁啦吼。啊，无你嘛带来毋讲吼，我都遮尔济岁啊吼，啊都爱带这个孙。对啊，我阿妈哈唱啊一个歌因听爱小慧。那讲我甲你讲，阿嬷今日若无各唱一地啊，我一定爱去警察局。要搁唱啥？要搁唱啥？你讲。你喊你两个人搁唱一个，你两个长相看觅啦。要搁唱啥？安尼啦，若要唱吼，真简单啦吼，咱来唱吴雅辉啦。哎呦，啊，我已经钱害你啊！是，你是毋能够教我花啊哦哈！哦好啦，听无？好，拜你绝对袂使来我这档。好啊，我唔敢来啊啦，到遮吼，阵啊吼，册啊啦，咱解读啦，回去吼，咱来学唱歌。我唱吴雅辉老师。哎呦，赞！我唔系啦，我唱我哩对啦，我唱我哩对较紧啦。吼，我唱啊吼。要嫁翁，要嫁翁，嫁着你这个老大人。哎呦，嘴酒好，目睭啊凸凸，哎呦，白书会写咧烟当头。啊！要娶某，要娶某，娶得咧大口袋，哎呦喂呀！啊你嘴皮翘翘，啊你脚床翘翘，娶无3工我来死翘翘。你靠腰啊！就是啦，宝。哦，啊你迄个歌哪会改安尼？我想咧随安尼押韵嘛，是安尼改一个。都当哦，我已经有拄啊唱歌吼陪恁啊啦吼，啊咱就那拍赌气啦吼，啊你也莫搁去叫警报警，是的。无要紧啦，啊，咱这个无 NG 的呢，拜托原接点过来哈。哎呦，我是为着要斗句，才用巧啦。哎呦，好啦，随在你讲啦，看要安怎巧拢随在你啦，咱拢拍赌气啊啦，赌气啊，嘿啦，免报警啊，免啦，莫去报警啊啦，后摆哦，我绝对袂过来遮哦，来甲恁卡伊哦，啊是的哦，是，这摆我袂记得要讲什么，我搁为迄原接点过这摆，我袂记得，我来讲死。我即摆是安怎？不是，你拄则就会使死咧，我讲唔对话，我嘛爱死咧一摆咧。好啦。哎呦嘞，什么？我是为着要斗句才巧的，对唔？啊，
凊彩啦，我你讲哦，带无3工就死翘翘哦，结果有那甘愿啦。是啊，啊你那3摆叫的话拢无共款。3摆叫话咯，为第4摆标准的时候，哎呦，我是为着要斗久，我唔才用翘，啊好啦好啦。因为啊，你即摆是安不怎？是你咧笑，我知影，你第4摆已经我找无啊。我真是到底原来的大事是要讲啥？我即摆要讲大事就对。安尼，我拍摄拍摄，谢谢我唔对。奇怪，我就是要安尼讲就对。啊，为阿只开始。好啦，你莫个爱。我是为着要斗久才要用迄个翘。好啦好啦。啊，当哦，咱大家拢拍赌去啦，我也唱落去啊，对无？对。啊，恁哦，也莫去报警察啦。阮妈孙仔哦，后摆哦，绝对袂过来遮甲恁揩油啊啦。谢谢。多谢恁啦。啊，是嘞哦，咱来去哦。阿嬷，头前还有一拿全做好骗的，安是嘞，咱去来去。哎呀，讲话一经起来骗人啊！哎呦嘞！吃口香糖了，哎。哎呦！